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我们不谈深奥的医学理论，我想先和大家聊聊每天早上起床时的一种感觉。不知道坐在荧幕前的您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早晨醒来，脚一落地，膝盖里就像掺了沙子一样，发出咔咔的声响。或者是在洗脸照镜子时，发现手背上的皮肤越来越薄，轻轻一碰就会出现淤青，好几天都消不掉。甚至您可能会发现，以前睡一觉就能恢复的体力，现在即便睡足了8小时，起床后依然觉得身体沈重，像是生锈了一样。很多人会叹口气说：“哎，这就是老了吧？”但我常跟我的患者说，请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身体其实就像是一栋住了60年的老房子，这栋房子并没有要倒塌，地基还在，墙壁也还在，但是房子里面的钢筋开始生锈了，墙壁里的水泥开始剥落了，支撑结构的那些粘合剂正在一点一点的流失。这不是因为房子坏了，而是因为维护房子的材料变少了。很多长辈面对这种情况会感到恐慌，急着去买各种昂贵的保健品，或者前脆自暴自弃，觉得这是无法改变的命运。其实这不是病，您不需要把药罐子当饭吃，您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找回那些能够修补房子的天然材料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如果您能耐心听到这段影片的最后，您将有机会留住那些每天都在悄悄流失的宝贵资产。但如果您选择现在就划开，忽略这些身体发出的微弱求救信号，很多人往往要等到皮肤松弛的像皱纸，或是关节痛到无法下楼梯时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那时候再想修补，往往就真的太迟了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告诉您如何透过厨房里最常见的几样东西，来帮这栋老房子进行一场温柔的整修。说到修补身体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被说烂了，但很少人真正理解的词——胶原蛋白。在市面上，它被包装成美容圣品，好像是只有爱漂亮的年轻小姐才需要的东西。但对于我们过了60岁的朋友来说，胶原蛋白的意义完全不同。请把刚刚说的老房子比喻记在心里。如果说钙质是房子的砖块，那么胶原蛋白就是混凝土里的钢筋，也是砖块之间的水泥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身体就像是一个拥有无数工人和充足建材的建筑工地。只要哪里的墙壁有裂缝，身体会自动派出生产大队，迅速合成新的胶原蛋白去填补。那时候，皮肤有弹性，骨头有韧性，一切都运转得那么顺畅。然而，过了60岁这道坎，情况改变了。这时候，您身体里的工人，也就是细胞的修复能力，其实并没有完全罢工。他们还在努力工作，但是工地上没有材料了，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。我们流失胶原蛋白的速度，远远超过了我们合成它的速度。于是，原本紧致的钢筋结构开始松动，表现在外面就是皮肤片薄下垂，表现在里面就是血管壁失去弹性，关节软骨变脆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您老了，而在于您不再为身体提供正确的修补材料。很多人试图走捷径，涂抹昂贵的胶原蛋白面霜，那大多只能停留在皮肤表层，就像是在裂开的墙壁上重新刷了一层油漆，裂缝依然存在。吞服市面上那种大颗的胶原蛋白粉，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肠胃来说，那种经过高度加工的粉末，吸收率其实是个大问号。很多时候是吃多少排多少，白白浪费钱。真正的解决方案必须来自于我们每天吃进嘴里的食物。
我们需要从源头上给身体提供它真正认得、能够消化，并且能够转化为自身结构的原材料。在介绍具体的食物之前，我想先给各位长辈建立一个正确的饮食观念。现在网络上的资讯太多太杂，一会儿说这个是超级食物，一会儿说那个不能吃，搞得大家无所适从。其实，想要透过饮食来养护胶原蛋白，原则非常简单，我把它总结为3个重点。第一，是身体认得的食物。什么是身体认得的？就是那些还保持着原本模样的原型食物。一颗完整的豆子，身体知道如何拆解它、吸收它。但如果是加工过度，加了各种添加剂的豆制品，身体的负担就会加重，反而消耗能量去排毒，哪还有力气去合成胶原蛋白？第二，吃的规律，不需要吃得多。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像是一条老旧的生产线，您不能一次倒进去太多的原料，那会造成堵塞。我们需要的是细水长流，每天给身体一点点修补的材料，让它慢慢吸收，慢慢利用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请保持耐心。这是我必须诚实告诉大家的。食疗不是止痛药，吃下去马上就不痛。食疗也不是整容手术，睡一觉起来皱纹就消失。老年人的身体不需要大补特补，只需要吃对和吃得久。不要指望3天就能看到惊人的变化，但我可以向您保证，当您开始执行这套饮食法，您的身体内部从第1周开始就会悄悄发生改变，细胞会开始得到滋养，血液循环会开始变好。或许在第1个月，您只会感觉到精神好了一点，但坚持3个月后，您会惊喜地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气色变了，下床时膝盖的声音变小了。这就是时间和正确食物产生的复利效应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3种谷物，就是这套修复工程的核心材料。我们要介绍的第1位主角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黄豆。在台湾的菜市场或超市，黄豆随处可见，便宜又不起眼，但在我看来，它是被严重低估的黄金。如果在我们身体这栋房子的修缮工程中，胶原蛋白是钢筋结构，那么黄豆提供的就是制造这些钢筋最基础的铁矿和砖块。为什么是黄豆？医学上我们知道，胶原蛋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，而黄豆是植物界中极少数含有完全蛋白的食物，也就是说，它包含了人体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。对于我们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肉类吃多了难消化，还可能带来胆固醇的负担，黄豆就成了最完美的替代品。请把黄豆想象成一盒类高积木的补充包。当您把煮熟的黄豆吃下去，您的消化系统会把它拆解成一个个小小的积木块，氨基酸。这些积木块随着血液流动，被输送到身体各个需要修补的角落。您的膝盖软骨，您的脸部皮肤，甚至是您的血管壁。身体的建筑工人拿到这些积木，就能重新搭建起胶原蛋白的结构。这带来的实际好处是什么？如果您能坚持摄取优质的黄豆制品，最直观的感受是，您的皮肤不会像以前那样前瘪的那么快，因为底层的支撑力变强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许多长辈反映，早晨起床时，那种关节僵硬的感觉会逐渐减轻，这就是因为软骨得到了原料，开始进行自我修复。那么具体该怎么吃呢？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我不建议大家直接啃硬邦邦的炒黄豆，那对牙齿和胃都不好。最好的方式是炖煮或打浆。您可以试奏每周至少吃3到4次黄豆，比如早上一杯无糖或微糖的温热豆浆，而且最好是自己家里打的，连皱豆渣一起喝下去，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对肠道也很好。或者在炖排骨汤、炖猪脚的时候，抓2把黄豆丢进去，一起炖得烂烂的，
这样不仅汤头鲜美，黄豆吸满了汤汁，软绵好入口，非常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长辈。记住，不需要吃很多，每天1小碗或者1杯浓豆浆，就足够提供身体1天所需的修补原料了。有了砖块和钢筋、黄豆，我们的房子就稳固了吗？还不够。如果您盖房子只是把砖块堆叠起来，没有用水泥砂浆把它们粘住，风一吹，房子还是会摇晃。在身体里，我们同样需要一种粘合剂，来确保胶原蛋白结构紧密，不会松垮。这第2种谷物就是小米。很多台湾的长辈对小米粥并不陌生，但往往只在胃口不好或生病时才吃。其实，小米是隐藏的护肤和护关节高手。为什么说小米是粘合剂？这得用到一点点比喻。如果黄豆提供的是蛋白质原料，那么小米中丰富的维生素 B 群、铁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就像是调和水泥所必需的水和沙子。特别是小米中含有的一些特殊成分，能够帮助身体合成胶原蛋白时更加顺利，让结构更加紧密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中医的观点里，小米是养脾胃的圣品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许多人吃的营养丰富，但身体依然虚弱。为什么？因为脾胃运化功能差，吃进去的东西根本吸收不了。就像您买了最好的建材堆在门口，但搬运工脾胃病倒了，建材运不进去，房子依然破旧。小米性质温和，最容易被老年人的肠胃消化吸收。它能先帮您把脾胃这个搬运工养好，确保其他的营养能被真正利用。这里有个惊人的认知，许多人虽然吃得足够多，但身体结构依然脆弱松散，就是因为缺少了这种能把所有营养粘合在一起的关键元素。小米能帮助您的皮肤减少松弛感，不是因为它直接变成了皮肤，而是它帮助您的身体抓住了胶原蛋白，让关节不再像零件松脱的旧机器那样晃荡。那么，小米该怎么吃才有效？非常简单，您不需要把它当作主食天天吃，可以把它当作点心或配角。对于牙齿不好、消化慢的朋友，小米粥是绝配。晚餐时，煮一碗金黄浓稠的小米粥，上面那层厚厚的米油是最精华的部分，千万别撇掉。为了增加风味，您可以加一点南瓜或是地瓜一起煮。这样的一碗粥，热量不高，不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，又能暖胃安神。一周吃个2-3次晚餐的小米粥，您就是在为身体的修复工程提供最稳固的粘合剂，让每一块砖都牢牢地待在它该在的地方。接下来，我要介绍第3种谷物，这也是今天最关键的一个部分。为了让大家更明白它的效果，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位患者住在高雄左营，我们叫她林阿姨。林阿姨今年70岁了，她来找我时，并不是因为什么大病，而是因为她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非常气馁。她卷起袖子给我看，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。她说：“医生，我并没有撞到哪里，但皮肤稍微捏一下就淤青，皮薄得像一张湿卫生纸，血管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而且她以前很喜欢去莲池潭散步，但现在走不到半圈，腿脚就觉得酸软无力，那种无力感让她很害怕出门，怕跌倒了就再也起不来。”林阿姨的情况就是典型的身体支架塌陷。针对她的情况，除了黄豆和小米，我特别建议她加入了第3种谷物——黑豆。黑豆在传统医学中被认为是补肾的好物，而在现代营养学中，它富含的花青素和抗氧化剂是保护胶原蛋白不被破坏的超级盾牌。如果说前2种谷物是建设，黑豆就是防护。我建议林阿姨把家里的白米饭换掉一部分，每天煮饭时抓一把黑豆丢进去，或者直接用黑豆炖汤喝。起初，林阿姨半信半疑，觉得这普通的黑豆能有什么用？
但他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坚持了下来。这就是坚持的力量。大约过了4个月，林阿姨再来回诊时，整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了。她很兴奋地拉起袖子给我看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淤青明显变少了。她捏了捏自己的手臂皮肤，说：医生，以前觉得皮肉分离，现在感觉皮肉好像又粘在一起了，那种厚实感回来了。更让她开心的是，她现在又能去莲池潭散步了。虽然走得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那种脚底下有根的自信感，是她这几年来最渴望的。这不是奇迹，也不是黑豆有什么魔法，这是因为黑豆提供的抗氧化保护，阻止了胶原蛋白的快速流失，同时配合黄豆的原料和小米的吸收，三者合力，慢慢的把她身体这个老房子的结构重新撑了起来。当然，这需要时间。林阿姨没有在3天内变年轻，她是用了4个月的正确和规律，才换来了这样的改变。所以，对于在座的各位，这第3种谷物黑豆，就是帮助您锁住成果，找回身体厚实感的关键。听完了这3种谷物黄豆、小米、黑豆，您可能会问，医生，我该怎么把它们安排到我的一天里呢？听起来好像很麻烦，其实一点也不麻烦。我们不需要把厨房变成实验室，也不需要每天在那里称重。融入生活的习惯才是能长久的习惯。这里有一份非常生活化、没有压力的搭配建议，您可以参考看看。早餐，开启活力的一杯。早上起来，您可以用豆浆机打一杯黄豆浆。如果您喜欢，还可以加一小把黑豆进去一起打，变成双豆浆，配上一颗水煮蛋或馒头，这就是给身体输送第一批建筑材料的开始。简单、温暖，又充满蛋白质。午餐，正常吃饭，随意搭配午餐。您该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鱼啊、肉啊、青菜啊都要吃。只要记得，如果有点心时间，或者饭里可以混一点杂粮，那是最好的。但原则上，午餐我们放轻松，吃得饱，吃得营养就好。晚餐，温养修复的时刻，晚上的重点是好消化。这时候，那一碗金黄的小米粥就派上用场了。您可以用小米煮粥，配一点清淡的小菜。如果您中午没吃到黑豆，晚餐时也可以煮一碗黑豆排骨汤，或者简单的醋泡黑豆当小菜。每一顿饭其实都是您在帮助身体从内部进行一次小小的维修。觉得今天太忙，少吃了一样，没关系。觉得今天胃口不好，只想喝粥也没关系。重点不是每一天都必须完美执行，而是记得回来。只要您在大部分的日子里，餐桌上能轮流出现这3种谷物，您的身体就会收到这些讯号和材料。这是一种掌控感，您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衰老，而是在主动地位养您的生命力。影片的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。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胶原蛋白、关于谷物的话题，其实目的只有一个，我不会在这里向您承诺，吃了这些东西，您就能返老还童，从70岁变回20岁，那是不诚实的，也是违反自然规律的。皱纹可能还会增加，白头发也可能不会变黑，这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痕迹。但是我们追求的价值不在于外表的冻龄，而在于生活的品质。我们努力吃得正确，是为了让自己在弯腰穿鞋时，脊椎不再那么僵硬，是为了在抱孙子的时候，手臂有力气，不疼痛，是为了在走路时，双脚稳健，不需要依赖别人的搀扶。这才是对老年人来说最真实、最宝贵的尊严。老是我们无法避免的自然过程，但是是选择在病痛和虚弱中快速老去，还是选择健康、优雅、缓慢的老去，你依然拥有决定权。请试着从今天开始，
去超市买一包黄豆、一包小米、一包黑豆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，花费也不多，但它对您未来的10年、20年意义深远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，把它分享给您的老伴、您的亲家，或是身边那些同样在与岁月抗衡的老朋友们。让我们一起用最温柔的方式善待我们使用了大半辈子的身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